政治環境極度惡劣嘅情況之下咧，大家要發揮自己嘅創意咧，係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同埋可愛。藝術公民大家好，遊行雖然當中國政府開鎖藝術市場發展越嚟越蓬勃之際，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因為安裝創作而被迫好快就失蹤。而香港嘅當局政府追捕同拉藝術家嘅大幅恐怖，悄悄消音，個個敏感嘅年代已經來臨，表達自由已經成為藝術家同所有公民必須緊守嘅體現。對藝術家嚟講，呢個係最糟糕嘅年代。藝術公民關注表達自由，反對任何審查，故此發動一次健康生命嘅遊行，捍衞表達自由，並聲援受囚嘅艾未未以及良心政治犯。本次遊行，我哋可以話破舊立新，我哋將會行一條唔同嘅路線，而且鼓勵多元表達，邀請每一個參加者用任何形式嘅創作、視覺元素、聲音同埋行為嚟為表達發聲，或者攜帶任何可以發聲嘅物品，務求呈現表達自由嘅可貴同埋美麗。香港藝術界發動遊行，係因為我哋唔可以唔企出嚟，喺我哋仍然可以發聲嘅時刻，我哋有4項要求。第
希望其他藝術工作者或者視藝界朋友或者文化界朋友啦，都好似我哋一齊啦，一齊去參與我哋個社會嘅民主發展啦，維權事項啦。多謝大家。我哋一路遊行嘅時候咧，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我哋有唱一啲或者讀一啲人名出嚟㗎，係因為除咗艾未未之外，由2月開始，中國咧據於呢一個茉莉花革命啊，於是文花色變啊！一聽到咧有人咧喺網上面講茉莉花啊，行過影下茉莉花啊，就即刻拉咗。我哋手頭上有一份被失蹤人士嘅名單。除咗艾未未之外，已經確定失蹤或者被判勞改、顛覆國家罪名等等，翻唔到屋企嘅維權人士，呢張名單咧已經50幾60人啦。我係蛙王叔叔 A4 紙，當代藝術創作嘅承載器 ，Contemporary Creative Message Container Human Message Container 人類當代自由創作承載器。